喜欢短线操盘的朋友，可以利用分时图中的股价波动运行轨迹来寻找合适的机会。之前也给大家讲过，想要提升好的盘感，对于分时图的研究就必不可少。很多人在做短线操盘时，总是会遇到一卖就涨、一进就跌的情况，使在分时图中有明显的看多或者是看空的信号，但是结果往往与我们自己的选择截然相反。我们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对分时图的学习就不能少，因为分时走势可以完全的记录，并且可以反映出股价在每个时间段的走势。主力专家有任何交易计划，都可以在分时上表现出来，所以分时图也能够反映主力庄家的操盘意图与目标计划。往往我们在研究分时时，要做好以下3点。第一点，要顺应趋势，也就是看长做短，看大做小。不只是单单依照分时图去操作，也要查看个股的趋势与所处的大环境。分时只是给我们提供判断依据，大的方向还是主要通过大盘与个股的趋势来进行把握。这句话如何去理解呢？也就是说，短线趋势我们看日线来分析，中线趋势我们就要看周线来分析，并且要结合大盘的日 K 线来做出决策，判断短线的进出时机，这样才是稳健的操作策略。第二点，我们通过早盘寻找高抛的机会，通过尾盘，也就是下午2点半钟之后来寻找低吸的机会。如果个股高开不涨，那么我们就要以出货为主。第三点，千万不要追涨杀跌。鼓励专家比散户更加清楚散户的思路。当我们发现分时图中出现脉冲式上拉，那么就是高抛的机会；当出现恐慌性跳水，那么就是低吸的机会；当股价跌破黄色均线，或者是产生的回探，那么就是出场时机；当股价上穿黄色均线，或者是产生的回踩，那么就是进场机会。请大家务必要记住以上3大要点。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给大家解析第3大点，通过总结的案例来给大家详细的解析，让大家不再担心买在高位或者是卖飞。股票一共是有8种分时技巧，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从第一个技巧开始讲解。第一种，上穿做多股价，上穿均价线产生支撑，后市看涨，也就是说开盘半个小时之内，股价会有一个筑底的动作，在这里就筑了底，半个小时之后股价就会上穿均价线，并且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我们可以看得到，均线对股价的支撑在半个小时以上，那么就是非常好的后市看涨的行情走势。第二种，跌破做空，股价跌破均线产生压力，后市看跌，也就是说股价跌破了黄色均线，说明当日走势偏弱，我们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开盘之后，股价拉高之后多次破位，也就是在这里，包括这里还有这里多次破位。当股价远离均线，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及时的止引，至少都是要减仓的。这是主力拉高出货的一种经典手法。第三种，支撑做多，股价回踩均线产生支撑，后市看涨，也就是说股价在均线上方，每一次回调均线对股价都产生了支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包括在这里，都是均线产生的对股价的支撑。我之前所讲到的分时囤积剑上攻，也就是符合这一种走势。那么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后市看涨的经典形态。但是千万要记住，追高会毁一生。第四种，压力做空，股价触及均线产生压力，后市看跌。这一种就与我们上面讲到的第三种恰恰相反，就是股价在均线下方多次突破均线失败，受到了均线的压力，也就是在这里，包括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都是受到了均线压力位强大的阻力。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采取减仓或者是出局的方式来应对。第五种，倒钩做空，股价冲高回落，转势向下，后市看跌。这种形态的出现，就是由于前期股价急速拉升之后，冲高回落而产生，在顶部出现了一个倒 V 字形，说明有些人在获利出局。那么面对这一种情况，我们就要毫不犹豫地做到及时出局。第六种，勾头做多，股价触底反弹，转势向上，后市看涨。这种行情与上面第五种也是相反的，股价在急速下跌之后突然反转向上，说明行情转势。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采取的是进场操作，而不是选择卖出离场。第七种，破位做空，股价跌破支撑，继续向下，
后市看跌，也就是说股价在前期下跌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支撑，与我们上述所讲到的第二种是一样的，是支撑位不同，那么股价只要跌破前期支撑位，后市看跌，我们要做好随时出货的准备。第8种突破做多，股价突破压力计，休向上，后市看涨。当股价产生阶段性缓步攀升的时候，一步一步向上，在上涨过程中不断的突破前期的高位，并且回落的时候是不跌破前期的低位，那么也就说明多头占据优势，并且是处于强势的行情之中，后市看涨。以上8种分时技巧是非常实用的，如果大家经常使用分时图形，我相信大家用到以上技巧，就能够做到锦上添花，获得更高的成功率与更稳健的盈利。我们要记住，不管是在短线交易还是中期交易中，我们都可以通过分析图来进行研判。当然，对我们在股市交易中来说，学会使用分时肯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要牢记，短线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低吸高抛，而中期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以降成本为主。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就希望大家动动手指，点赞、关注加转发。5分钟 K 线图相对于日线而言，在除了级别更小以外，由于其特别敏感，经常会出现假信号，所以很多时候是被投资者所忽视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开启使用5分钟 K 线图的方法，我们便可以找到股票的精准买卖点。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5分钟 K 线图的正确使用方法，从而来精准定位股票买卖点。我们都知道5分钟 K 线图级别小，所以非常敏感，主要会出现很多假信号。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去使用5分钟 K 线图呢？主要是有4大原因。其一，小众看大，从微观的角度去观察个股的走势，而更加全面的去分析日 K 线，起到分析日 K 线的补充作用。其二，作为买卖点的重要依据，也就是结合日 K 线图，我们能够通过5分钟 K 线图成交量变化来发现主力资金的异动，从而判断出主力之间的流入与流出，对于我们买入与卖出的操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也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重点，5分钟 K 线图能够真实表达出主力资金的意图。在5分钟 K 线图中，当成交量出现有明显的放大阳线，那么就代表是有主力资金在流入；当成交量出现有明显放大的阴线，那么这个时候就代表是有主力资金在流出。我们就可以通过5分钟 K 线图来了解市场资金的情绪，从而通过分析5分钟 K 线图的成交量来避免主力的骗线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第4点。在我们了解到5分钟 K 线图能够很好的表达主力资金的情绪，也能够很好的反映出主力资金的意图，但是在大盘与板块的变化中，5分钟 K 线图很容易受到他们情绪的影响。由于周期短非常敏感，所以会出现假信号的情况。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我们一定要结合长周期 K 线图来使用，比如我们就可以结合日 K 线图来运用，这样就能够很有效的避免假信号所产生的干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给大家讲解5分钟 K 线图结合日 K 线图，通过成交量变化来锁定股票的精准启动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个股的5分钟 K 线图，股价从低位运行到高位，有效突破前期平台，形成一个新的高位平台。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处放量之后，股价就迎来了向上突破，随后就进入到了平台整理形态。只要股价一直保持在平台内持续运行，那么就代表前期的突破时，介入的资金是有效的。我们再来看第2处放量，虽然这里放量不是很明显，所表现出来的股价攀升的幅度也是非常有限的。随后的平台整理，股价是有略微的上抬，也代表部分资金的记录是有效的。虽然在这里是突破了，但是没有成交量的支撑，所以随后就迎来了回调。我们再来看这里第3处资金的大量介入，股价就产生了大幅的攀升，同样也是突破了前期所有的压力位。在股价大幅攀升之后，进入到了小幅回调，同样也是进入到了平台整理。这一次的突破也表明，资金的大幅介入之后，股价的突破是非常有效的。通过5分钟 K 线图，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资金介入，成交量都会明显放大，那么所对应的股价都会产生突破前期平台。只要资金持续不断介入，那么股价便会持续的突破前期高位，产生持续的攀升。这就是主力资金在5分钟 K 线图中的
真实表达。那么主力资金介入的意图又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结合日 K 线图来综合分析。我们再切换到日 K 线图红色方框，这里面的 K 线图所对应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5分钟 K 线图的完整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在日 K 线图中，股价从低位开始向上反弹，到了红色方框，这3天的 K 线明显出现了放量的加速，体现在5分钟 K 线图中，也就是持续的资金介入，成交量持续放大，股价持续突破前期新高。那么随后就迎来了日 K 线图中的放量涨停，突破前期压力位。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轻易的发现5分钟 K 线图中主力资金的意图，也就是为了突破前期震荡平台上沿压力位的意图。每一次股价的上涨都是建立在资金介入后成交量的放大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平台整理时期发现有资金介入，成交量放大时我们再参与进去，那么随后的股价就会形成有效的突破前期的新高，迎来一波上涨。当我们介入的时机选择在关键的突破位时，就能够更好的把握住绝佳的行情启动点。就比如这一只个股的走势，只要我们能够把握住绝佳的行情启动点，自然这种连续涨停的年板，我们同样也是有机会能够把握住的。针对于短线投资者，5分钟 K 线图更能够帮助我们对主力资金的移动情况、市场资金的情绪表达做出更加准确的判定。虽然有假信号的干扰，但是我们配合日 K 线图，还有在日 K 线图中所运用的技术分析手段，比如均线理论、点体形态、量价关系、技术指标等等，都是同样适用在5分钟 K 线图中的，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多指标、多技术、多形态综合来过滤掉这一种干扰，然后我们再使用5分钟 K 线图，就能够更好的把握住个股的走势，做出精准的判断。讲完阳线放量，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阴线放量。既然主力资金介入，阳线成交量放大是代表主力资金积极参与的情绪，那么资金流出阴线成交量放大，就代表是主力资金看空撤离的情绪。我们还是通过案例给大家来详细的讲解。我们可以看到这只个股同样也是5分钟 K 线图，股价在高位就进入到了平台整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对应的下方，成交量是有一个明显放量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股价却没有出现攀升，也就是出现了放量滋涨的情况。随后行情就迎来了反转向下。那么在这一个向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第一处阴线放量所对应的股价就是大幅的下跌，直接就跌破了前期平台，进入到了快速的下跌走势。包括第2处、第3处还有第4处，都是成交量持续密集的放出巨量，跌破了前期平台。这里包括这里，还有这里都是跌破了前期平台，随后就进入到了加速的下跌过程中。通过这种行情走势，我们就能够判断出这是处理资金在5分钟 K 线图中的出货走势，也就是非常明显的大阳小阴的特征。还有就是整体的个股走势都是处于连续的阴跌状态。相对于上涨而言，成交量同样也是有规律的，也就是放量下跌缩量，上涨每一处加速下跌的阴线所对应的成交量都是出现了明显的放量，而在这里出现唯一的连续阳线的小幅上涨，那么它的成交量确实出现了逐步的萎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主力出货特征。这3种特征如果同时出现在5分钟 K 线图中，那么我们就能够判定主力是在出货的，自然反映到日 K 线图中，我们就能够更加及时准确的做出卖点的判断，也就是股价在跌破前期整理平台，出现了放量阴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出卖出的操作。接下来我们重点来总结一下本期视频。第一点，我们在使用5分钟 K 线图来分析个股时，我们所选择的标的一定要结合当下市场热点所相关联的板块，多去找强势的个股，结合大盘与板块来操作。第二点，寻找股票买卖点时，在日 K 线图分析的基础之上，再结合5分钟 K 线图进行买卖的操作，最好是多周期同时使用。第三点，为了能够更好的使用5分钟 K 线图，过滤掉频繁虚假的信号干扰，我们一定要结合量价关系、多指标来一起综合使用。第四点，短线操盘一定要多参考5分钟 K 线图，做好频繁操作的心理准备。很多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不会去使用15分钟 K 线图，我们不去使用，并不代表它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任何事物既然存在，即有它的价值。
对于15分钟 K 线图而言，正是如此。一旦我们学会使用15分钟 K 线图，便会给我们短线操盘带来更大的帮助。15分钟 K 线图是日 K 线图的精细版本，很多时候更能够精准反映出成交量的细微变化，从而发现资金的移动情况，为我们的短线操盘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也就是短线投机构的重点关注级别。往往我们通过日内资金情绪，更能够准确把握住日内高低点。所以，同时也是我们日内做 T 的最佳参考 K 线级别。通过5分钟推荐图，可以让我们在整体大环境下对个股更加熟悉，加深对个股的认识，了解市场资金的情绪，提升我们的操作盘感，从而通过不断做差价来减少我们的持股成本。往往我们在使用15分钟看见图能够达到以上的操盘效果之外，还有3个技巧是我们必须完全掌握的。第一个技巧，也就是在15分钟 K 线图中，一旦产生成交量异常放大，代表个股在现阶段处于活跃状态，也就是说，不论阳线还是阴线放量，一旦出现成交量异常放大，就说明个股在短时间内都是处于活跃的状态。第二个技巧，阳线对应成交量放大，短期看涨；阴线成交量放大，短期看跌。这就是我们通过成交量的变化来判断个股的走势，但是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判断。我们还需要通过随后的股价走势来验证我们的判断。第3个技巧，在15分钟 K 线图中高抛低吸的操作，我们可以通过60日均线来完成。与日 K 线图一样，往往股价放量突破60日均线，便是一个绝佳的介入点，意味着接下来会有一波上涨行情的启动；而放量跌破60日均线，便是一个及时的离场点，意味着接下来会有一波下跌行情的开启。老规矩，我们还是结合案例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我们首先来看大盘的历史走势，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大盘的走势图，指数从低位开始攀升，所对应的成交量出现了放量。放量之后，所对应的股价出现了持续的大阳线，在这里大家看到了没有？代表指数的介入资金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坚定的看多，指数在这里运行到了高位，所伴随的成交量再次出现了放量，大家看到了没有？但是指数在这里却出现了跳空低开之后的持续横盘震荡整理，说明前期在这里的介入资金是无效的。那么后市我们是坚定看空的，接下来再次放量，比前2次成交量都要多，所对应的指数虽然在这里是跳空高开，阳线放量，阴线缩量，但是也改变不了处在这里的放量自涨。我们坚定看空的判断，随后指数就出现了连续的阴跌。那么当这里的阴线放量，我们可以看到所对应的指数就在这里就出现了跳空低开，说明了市场资金开始出货了。那么后市我们坚定是看空的。随后在这里虽然出现了阳线放量，但是指数还是出现了横盘震荡整理，说明下跌趋势已经形成，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后市继续看空，后面在这里再次出现放量，此次的放量要比前面这一次放量要多，但是指数还是出现了冲高之后的回落。虽然这里再次小幅的反弹，但是下跌通道已经打开。随后的行情走势就是连续的阴跌，不论阴线放量还是阳线放量，下跌的趋势都改变不了。这就是通过15分钟跟线图来提前预判接下来的行情走势。这里我们还要知道，主力每一次在资金投放之后，都会通过观察投放后市场所给予的反馈来调整下一次的投放，从而就形成了非常有规律的脉冲式成交量柱。接下来我们通过个股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只个股往往成交量出现巨量时，就代表个股是处于高度的活跃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处的阳线放量，阴线缩量，所对应的股价就是大幅的攀升，即使在这里有回调，也是幅度非常小。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能够精准判断出接下来的行情，短期内是大概率上涨的。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阴线放量，阳线缩量，所对应的股价就出现了大幅的波动。在这里即使出现了连续的攀升，但是上涨的幅度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能够准确判断出接下来的行情，短期内是大概率下跌的。我们便可以通过成交量来分析接下来的行情走势。但是对于最真实的行情走势的预判，往往出现在资金处于真空期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在 A 处和 B 处这2处所对应的成交量都是出现了极度的萎缩，说明市场交易接近于冰点。当市场中没有任何资金参与，唯有散户在进行交易，
往往要比两处前后的涨跌状态，就能够很好的反映出接下来的行情走势。这就是我们通过成交量来判断个股的活跃度以及对后市的预判。接下来我们就专门来讲一下15分钟概念图中通过60均线进行高抛低吸的操盘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只个股股价在低位处于长时间的横盘震荡整理，在这一天阴线直接就跌破了白色的60日均线，第二天阳线直接就放量站上了白色的60日均线，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佳的低吸机会。在15分钟 K 线图中放量突破，往往就意味着有资金参与，并且阳线放量，阴线缩量。上面也给大家讲到了，接下来的行情短期是看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股价只要放量突破60均线，我们就可以采取低吸介入，随后股价再次回踩60均线，就开启了加速的上涨。当股价运行到高位放量跌破了60均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就直接放量跌破了60均线，往往就意味着主力出货的开始，并且阴线放量，上涨的阳线却出现了缩量。上面也讲到了，接下来的行情短期是看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股价一旦放量跌破60均线，我们就可以采取高抛离场，这就是我们通过60均线在15分钟 K 线图中高抛低吸时间的精准判定。于日 K 线图中60均线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15分钟 K 线图更能够精准及时反映出高抛低吸的精准位置。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15分钟 K 线图的一些重要的要点。第一点，强势股在大盘持续走弱时，也会处于15分钟 K 线图中60均线之上。我们可以通过在大盘持续走弱时，来判断一只个股是否强势。如果逆势而上不跌破60均线，就说明个股是强势的。第二点，对市场资金的判断，放量阳线后市看多，放量一线后市看空。第三点，15分钟 K 线图由于周期较短，能够及时准确地表达出市场资金的情绪，所以非常适合短线投资者做 T。第四点，15分钟概念图可以让我们在整体大环境下对个股更加熟悉，加深对个股的认识，了解市场之间的情绪，提升我们的盘感。第五点，重视15分钟 K 线图中60均线以及量价关系，适当淡化对趋势以及形态的分析。前2期视频给大家讲解了小级别5分钟 K 线图以及15分钟 K 线图的运用技巧，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再来讲解30分钟 K 线图的使用技术。面对多空行情的转换，很多时候同样的一段行情走势，在日 K 线图中是多头走势，但是在周 K 线图中却是空头走势。面对这类行情走势，我们该如何去操作？我们会配合周 K 线、日 K 线以及30分钟 K 线图来系统的使用，也就是会通过周 K 线来看方向，日 K 线来捕捉主升浪，30分钟 K 线来锁定波段顶底面。对于不同周期所处的多空行情不同，我们分了4种情况，也就是周线多头、日线空头、周线多头、日线多头、周线空头、日线多头以及周线空头、日线空头。在这4种行情走势中，我们通过30分钟 K 线图能够达到的操盘目的。接下来我们还是老规矩，切换到盘面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那么什么情况下是多头行情，什么情况又是空头行情呢？不论是周线还是日线，我们以绿色的60均线来作为界定。只要60均线趋势向上，股价在60均线上方，那么就是多头行情。哪怕股价有阶段性的回调，我们也定义为多头行情，但是属于多头震荡行情。那么这里的均线依次由下往上整齐排列，那么这种行情我们定义为单边多头行情。空头行情也就是股价只要跌破60均线，在60均线下方，那么就是空头行情。这就是多空行情的划分。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种情况，周线多头、日线空头。我们可以通过30分钟 K 线图定位买点再介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个股的周线级别 K 线图，股价是位于绿色的60周均线上方。虽然是处于高位的回调，但是股价在60周均线上方，是属于多头震荡行情。我们再来看日线级别，股价处于绿色的60均线下方，是属于空头行情，这也就是周线多头、日线空头行情。那么我们再切换到30分钟 K 线图，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我们的万能抄底模型。我们直接沿下跌相邻的两顶画一条直线，也就是下跌趋势线。
在底部位置上一个相对的高位，画一条水平的直线，也就是我们所要的水平压力线。我们已经得到了双线，那么在底部就是属于 A 点，在底部上一个相对的高位是属于 B 点。那么我们再找到 C 点，也就是在下跌趋势线以外，水平压力线之上，那么在这里也就是我们的 C 点。我们找到 C 点，就可以通过 C 点来定位我们的安全记录点 D 点，也就是 A 点到 C 点的距离，乘以 0.618 的黄金分割点，也就能够得到我们的 D 点。我们是否还记得，从 A 点的出现到 C 点的形成时间，必须是 C 点到 D 点形成相同的时间，或者是其1倍的时间。满足这2个条件，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的精准介入点，也就是 D 点。这就是我们在股价上涨之后回调阶段接回之前在这个高位所抛售掉的筹码，参与到接下来再次启动的上涨行情。我们再来讲第2种情况，周线多头、日线多头。多头共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30分钟 K 线图来捕捉主升启动点。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 K 线图，股价是位于绿色的60周均线之上，同时在日线级别 K 线图，股价同样也是位于60均线之上。周线与日线级别的 K 线图，股价都是处于多头行情。那么我们再切换到30分钟级别 K 线图，此时我们还是通过万能抄底模型来找到安全介入点。D 点同样是画出下跌趋势线，然后再画出我们的水平支撑线，标记出我们的 A 点、B 点以及 C 点。那么通过 A 点到 C 点的距离乘以黄金分割点 0.618， 我们就能够定位到我们的 D 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抄底，捕捉到主升行情的启动点。我们再来讲第3种情况，周线空头、日线多头。我们可以通过30分钟 K 线图抓住波段小反弹。我们还是来看这一只个股，在周线级别，股价是位于绿色的60周均线下方，属于空头行情。我们再来看日线级别，股价是位于绿色的60日均线上方，属于多头行情。那么我们再切换到30分钟 K 线图，我们还是通过万能抄底模型来找到 A 点和 B 点。我们依然画出下降趋势线，然后再画出水平压力线，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定位到 C 点，也就是这个点。同样的，我们通过 C 点再锁定到我们的安全介入点 D 点，在 D 点介入，我们就能够抓住这一波小幅的反弹，也就是我们通过30分钟 K 线图抓住波段小反弹。最后一种情况，也就是周线空头、日线空头，空头共振的情况下，我们直接要采取清仓离场的操作，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被套的情况，那么我们便可以通过30分钟可以看图来进行解套，或者是做 T，降低持股成本。这个知识点要讲解的内容比较多，由于时间的关系，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在后期专门出一期视频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接下来我们针对于万能抄底模型来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还是回到课件，对于安全介入点 D 点，很多朋友都觉得太理想化。那么针对于我们安全介入点 D 点，我们的介入方式有2种。第一种是左侧介入，也就是在我们的安全介入点，一旦出现带下影线的小阳线，有一个探底的动作，并且伴随成交量有一个缩量，那么在第2天，股价一旦放量突破前一天的收盘价，那么我们就可以介入。针对于止损点位，我们是有2个保守的止损点，就是在探底小阳线的最低价作为止损点，另外一个止损点，也就是在我们的 A 点可以作为止损点。第2种就是右侧介入，也就是在底点形成之后，我们确定好底部已经产生了上抬，那么第1点随后的再次回调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去介入，这样更为安全稳健。那么我们的止损点位就可以设置在低点，就是我们的止损点。这就是关于介入方式的补充讲解。有人会觉得安全介入点的低点的设置太理想化，如果股价跌破低点，或者是直接跌破 A 点，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确定安全介入点呢？首先我们来讲解跌破低点。股价一旦跌破低点，往往3天左右的时间便会再次站上我们的低点，此时的重新站上依然是有效的。那么在这里的再次站上，我们同样也可以作为安全记录点。第2种也就是跌破 A 点，那么往往跌破 A 点，等待股价止跌之后再次反弹站上 A 点，那么在这一个点位，我们依然可以作为安全介入点。
这就是对安全介入点的补充讲解，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希望大家点赞、关注加转发以表支持。对于真正的超短交易者来说，交易不是一个联合游戏，而是遍地黄金，到处皆有发财的机会。但是很多投资者做超短线会陷入一个误区，我们做技术分析参考的却是日 K 线。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做短线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买入即涨。在短时间内要求的是交易兑现的及时性，然而结果却往往在我们介入之后变尽。怪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日 K 线最小周期平均成本统计是按5个交易日来计算的，也就是我们拿短线的最小平均成本统计，想要达到超短线的盈利预期，那么中间是会有一个时间差，所以我们一直抱怨的指标之后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预期往往不能够及时兑现。当分析方法与周期不匹配，导致的结果肯定也就是达不到我们理想的预期。当我们找到原因之后，我们就要从根本出发，去改变我们最基础的操盘方法。那应该如何去改变呢？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我们60分钟 K 线图了，再结合60分钟均线来进行交易，也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重点——超短线交易。首先，我们从日线级别切换到60分钟，然后我们再调出我们要使用到的3根均线，也就是在60分钟级别的5小时均线、10小时均线与60小时均线。这套均线系统的周期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交易日是被划分成4个小时，那么1根日 K 线就相当于4根60分钟 K 线。我们均线最小周期平均成本是5个小时，也就是一个交易日多1个小时。最长周期平均成本是60个小时，15个交易日，也就是半个月。周期从长到短，可以涵盖到每一日的股价波动。当我们发现股价转势下跌时，往往 MACD 指标延时2到3天才会出现死叉。在我们60分钟 K 线图中 ，K 线由日线1根变为4根，就能够很好的展现出股价短期的运行轨迹。一旦股价出现下跌，那么在 MACD 指标中的时差往往就能够在当天就能够形成，这样指标的延后性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这样才能够更加有利于我们的短线操盘。我们做短线想要达到买入即涨的效果，那么肯定就要把握个股趋势向上再上涨的阶段，也就是我们介入的时机必须是处于股价上涨过程中的多头行情。当我们发现60小时均线趋势由前期的下跌转变为止跌企稳，并且有明显拐头向上的迹象，那么我们就可以加入到自选，也就是我们要选择60小时均线趋势向上的个股。当股价一旦放量突破60小时均线，或者是突破之后回踩60小时均线，就说明个股是处于持续的上涨过程中，或者是处于上涨中途的调整，往往此时就是最佳的介入时机。对于离场时机的把握，我们是分2种情况的。第一种就是当5小时均线与10小时均线形成死叉，那么就要及时离场。在60分钟 K 线图中，5小时均线与10小时均线一旦形成死叉，那么当天我们就可以抛售出局。对于离场时间的把握，往往当天就能够做出判断，但是对于日 K 线图都是会有滞后性的，在股价下跌之后2到3天才会出现时差，意味着利润已经回吐很多。所以相比日 K 线，60分钟在止盈这一点相对于来说是比较精准。当然，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我们要学会接受亏损，也是我们交易的一部分。我们要敢于及时止损。第二个离场时机就是股价直接跌破60小时均线，我们就可以选择直接离场，这就是对离场时机的把握。讲了这么多，其实非常简单，也就是我们认准3个信号。第一个信号，60小时均线止跌企稳，拐头向上时，我们加入自选开始关注。第二个信号，股价一旦放量突破60小时均线，或者是突破之后再次回踩60小时均线，就是我们的入场点。第三个信号，5小时均线与10小时均线形成死叉，或者是股价直接跌破60小时均线，就是我们的离场点。这就是我们60分钟 K 线短线交易的3个信号。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老规矩，回到盘面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我们打开个股的涨跌幅排行，任意挑选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它的60分钟级别 K 线图。为了方便大家的查看，我们来放大开线图。那么首先构成我们交易的前提条件，也就是紫色的60小时均线必须趋势向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还有在这一段，它的趋势都是向上的一个走势，那么也就满足我们交易的前提条件。我们再来看它的介入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股价放量突破站上60小时均线，那么我们便可以介入，随后在这里5小时均线与10小时均线形成死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止损出局，自然这一波上涨的利润我们就可以拿得到手。股价也是从30多块直接涨到了40多块。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股价跌破60小时均线之后，随后放量再次站上60小时均线，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介入，随后在这里再次5小时均线跌破10小时均线，我们便选择止损出局。这一波上涨的利润，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拿得到手的。随后在这里，股价再次放量站上60小时均线，那么我们便选择介入，然后在这里5小时均线与10小时均线形成死叉，我们止损出局。那么在这一段行情走势中，一进一出虽然没有获取到利润，但是风险是可控的，即便出现亏损，也是能够在我们能力控制范围之内的。小幅亏损。我们继续往后看，在这一天，股价再次放量站上紫色的60小时均线，那么我们便可以选择介入。随后在这里5小时均线与10小时均线形成死叉，那么我们便选择离场。那么这一波上涨的利润，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拿得到手的。同样在这里，股价再次回踩60小时均线，我们选择介入。随后在这里5小时均线与10小时均线形成死叉，我们选择出局。那么这一波小幅的上涨获取的利润，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拿得到手的。随后在这里再次回踩，那么我们便可以选择介入。随后在这里形成时差，我们便选择离场。那么这一波利润，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拿得到手的。这就是在60分钟 K 线图中，我们利用3根均线来构造我们的超短交易系统，能够让我们持续的获得稳健的收益。接下来我们再随意挑选一只个股，我们直接往下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只个股前期股价从下跌趋势转为拐，头像上我们可以看到60小时均线是由前期的止跌企稳之后拐头向上，那么在这一段区间也是符合我们交易的前提条件，我们便可以在这里股价放量突破站上60小时均线，我们选择介入。随后在这里5小时均线与10小时均线形成死叉，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离场。自然这一波上涨的利润，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拿得到手的。我们继续往下翻，随意挑选一只个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个股同样也是符合我们60分钟超短线交易的，股价在这里直接放量站上60小时均线，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介入，或者是等它再次回踩60小时均线，我们再介入也是同样可以的。随后在这里5小时均线与10小时均线形成死叉，那么我们直接选择离场。这一波利润，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拿得到手的。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股价同样也是再次站上60小时均线，我们选择介入。随后在这里形成时差，我们直接选择离场。那么这一波利润，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拿得到手的。包括在这里同样也是再次放量突破站上60小时均线，那么在这里形成死叉，我们直接选择卖出。这一波利润，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拿得到手的。包括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如此，在这里形成死叉，我们直接选择卖出。那么这一波大幅上涨的利润，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拿得到手的。接着我们再往下翻，这一只个股同样也是符合我们要求的，放量突破站上60小时均线，我们直接接入。这里回踩，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接入。出现死叉，我们直接选择离场。那么这一波利润，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拿得到手的。每一根 K 线都是多空双方搏斗的结果，那么这个搏斗的过程直接也就在分时图上展现出来了。所以技术分析看盘是脱离不了个股分时走势的，但是同样的结果，分时的走势却大不相同，那么所代表的意义也是有所不同的。在分时图中同样是上涨，但是上涨我们是分3种情况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种比较经典的分时图形：推高、拉高以及拔高。股价同样是上升，但是它们却有着不同的市场意义。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讲讲它们自身包含的市场和主力操纵的一些信息。第一次看视频的朋友可以及时关注一下，以免错过后期精彩内容。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种推高，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分时走势就是属于我们所讲到的推高走势。推高分时整体呈现出的是股价缓慢、正当爬升的状态。这种分时图可以由单纯市场合力而形成，一般是在当日市场中，大盘或者是板块出现内势走势时，个股也会出现此种行情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在开盘之后，股价就开始了反复正当向上的走势，所展现出来的就是高点是在不断的攀升，低点是不断的在抬升，
整体呈现出一个上涨的状态。这类分时非常容易辨别，我们只需要高点相邻画一条直线，那么在低点相邻我们再画一条直线，这样就能够发现分时走势一直都是在上升通道内运行，这就是缓步推高的分时走势。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由主力在其中作为主导力量而形成的推高。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分时图，开盘之后股价就开始了正当上行的走势，但是在股价攀升过程中是呈现出了阶梯状，也就是我们所讲到的逐步的推高分时走势。那么出现这种分时结构是表现出了主力的两种行为，第一种就是主力缓慢逐步推高，优于入场收集筹码；第二种就是健康完成后的单纯推高股价，扩大利润空间。同样是推高，但是这样的分时在个股不同时期、不同位置出现，那么所代表的意义也是不相同的。讲完推高，我们再来讲第二种拉高。我们可以看到图中股价在开盘之后一直都是在黄色均线附近运行，但是接近中午休市时间时，股价在盘中就发起了快速的拉升，一度从水下拉升到水上6个多点，底部所伴随的成交量也是持续放出了巨量，也就是股价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快速的拉升，我们称之为拉高。拉高这种分时走势往往是在一天当中局部位置的拉高行为，在拉升期间有大量的买单连续不断的买入，盘中的股价会出现连续性的持续上涨。这种拉高的分时走势绝大部分是有机构作为主导力量的拉抬行为，这种行为背后就是以做高股价为目的，小部分的情况是机构急于扫货的动作。我们再来讲最后一种拔高，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只个股在开盘之后一直都是处于黄色均线上方运行，说明个股当天比较强势，随后在这里出现了回落，但是在下午1点休市时间结束之后，股价就直接拔地而起，所对应的成交量也是出现了一根估量柱。这种分时走势，股价的上涨速度是最快的，所耗费的时间也是最短的，也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分时拔高形态。这种分时走势也是在一天中出现的局部动作，在出现拔高状态时，所对应的是有一张或者是几张大买单，快速高价买入，所导致的就是股价在盘中瞬间就会出现迅猛飙升，数个百分点，或者是直接就是被拔到封住涨停。那么出现这种分时走势，绝大部分是由主力机构作为主导力量的拉抬股价行为，部分是以做高股价为目的，部分则是属于机构拔高出货行为，而也有小部分是大户或者是机构下错单交易时间点错了，交易软件中的市价买入造成的。这种拉高的分析走势一般都是会出现在自救或者是拉高阶段，在吸收阶段，机构是不会使用此种手法去拿货的。讲完这3种情况，那么这3种情况如果同一天出现在同一只个股里面，又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只个股价在开盘之后一直都是与均线联合在一起运行，但是在11点钟左右的时间，首先出现的是分时推高的走势，在连续2次推高之后，股价在下午休市结束之后就开始了分时的拔高走势，在短时间内就从3个多点直接涨到了6个多点，之后股价开始回落，接着又开启了拉高的走势，股价从6个多点一直拉升到了8个多点，随后股价回落，一直处于黄色均线上方平稳的震荡运行，直到尾盘以7个多点收盘。其实这3种推高、拉高、拔高分析走势同一日出现在同一只个股里面是很常见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了解这3种不同类型分时走势所代表的意义，就能够快速的看清当天我们所持有的个股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进行分类，这样对我们看清主力操盘思路、所处阶段以及操盘心态与态度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只有多学多看多去领悟，不断的归纳总结，才能够掌握其中的规律。讲完这3种分支走势，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讲分时操盘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情况，一共是有5点。第一点，如果是买，我们在前一天都会在日线和其他周期的 K 线上找到要买的个股，如果是卖，你就持有股票。第二天要做的就是通过分时寻找最佳的买卖点，这样把握好买卖点，才能够稳健的提高自己的盈利。第二点，短线做盘必须盯住开盘，要观察是机构在做开盘还是散户在做开盘。我们以中小盘为例，如果开盘的集合金价只有几十手，而且散单太多，那么这一支票里面的机构一般今天是不会有所动作，
盯住开盘，你对今天这次个股的走势基本就可以做到心中有底。第3点，看开盘，外盘开盘还是内盘开盘？如果是外盘开盘，而且出现的是大买单小卖单这种情况，今天就会涨，反之则不妙。第4种，看第一个30分钟慢慢的推高，成交量不要放得太大。第二个30分钟股价维持平行，量不要缩得太厉害，股价必须要在均线上方运行。在10点45分以后，如果阻力有拉伸，下午一般都会有追风盘进来助涨，应该跟进。第5点，第一个30分钟股价放量快速推高，但是在10点钟左右没有创新高，10点以后成交量缩量，股价慢慢的向下，在下穿加权平均价格的时候，应该卖出手中的股票。如果在10点50分钟到上午收盘，主力没有把股价拉到加权平均价以上，下午开盘就会有杀跌盘出来，主力也挡不住，下午普遍看跌。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收集整理不易，希望大家动动手指点赞、关注加转发，以表支持。喜欢视频的朋友可以收藏之后反复观看，有任何疑问欢迎大家随时留言。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